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叶牧师。9月19日，经验上帝与改变世界，上帝懂人的心，也赦免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9章19到23节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3章28到29节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所犯一切的罪和所说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到赦免，但是亵渎圣灵的人永远得不到赦免，因为他所犯的是永远的罪。王明道这位牧者他说，是的，神使我们看见许多人的罪，不是要攻击我们恼怒、批评、咒诅、定罪的材料，乃是借着这些人的事给我们一面镜子，叫我们照一照自己的面目。如果我们不负神的期待，会利用这种镜子照自己，我们必要从我们所看见的每一个人的罪状中找出我们自己的罪状。今天我们来看到示每。示每我们记得他之前怎么样侮辱那要逃出城、逃出大城的大卫，他用石头灰尘扬向他，羞辱他，并且讽刺大卫是因亡了扫罗家而灭亡。这是在撒母耳记下16章8到13节。今天的经文来到这里，不赶快面貌不同的这个脸色哈，我们看到大卫回来了，他一定很恼恨自己那时候怎么会站错边。我们看到当王过河的时候，示每匍匐在他面前说，陛下，求你饶恕我在你离开耶路撒冷时所犯悖逆的罪，求你不要因此加罪于我，也不要再记住那件事。王啊，我知道我有罪，所以今天在北部之族中，我是第一个来迎接王的。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说，应该把示每处死，因为他咒骂上主膏立的王。但是大卫对亚比筛和他哥哥约押说，洗鲁雅的儿子，谁征求你们的意见呢？你们要给我找麻烦吗？我现在是以色列的王，今天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会被处死的。于是王对示每说，我保证你不会被处死。哇，好大气，对不对哈？我们的大卫王果然他做了一个很好的领袖的示范。当然我们也看到示每，他虽然是人心多变，但我们看到他也是俯伏在地，我们看到他有那种回转、恳求、祈求赦免的心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啊。我们自己做错事，如果还一副只有你错，只有你们这些错，我都对，这就太可惜。我们是一个群体，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幸免。当我们说这群体里面的谁错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有份了。所以王明道这位牧者讲得很好啊，神使我们看见许多的人罪，不是要供给我们恼怒、批评、咒诅、定罪的材料，不是乃是要我们像一面镜子照一照。神有这么恩典，如果是神，他会这么做。我们不要辜负神的期待，我们要利用这个镜子，看看别人，看看主会怎么做。利用这个镜子，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那个不完全中，我们自己也不完全。所以不是只有别人，不是。但我们这位神，他真的是赦免我们，使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
他懂我们，还能够赦免我们。这个叫做神有够神，对不对？如果一般的人没有办法的，所以我们要今天说经历上帝，经验上帝，我们就可以来改变世界，因为我们有了神的爱。神的爱是可以改变人，改变是带来医治。我们一起来默想，示每城侮辱大卫，为什么大卫这时还要原谅他呢？大卫对他的侮辱是否真的忘怀呢？面对侮辱我的人，如何忘怀与赦免呢？这是很难的功课，是吗？有一个神学家说，如果我们不赦免人，我们就像那个提着臭老鼠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自己里面都发臭恶毒。但当我们赦免，就是等于把这些臭老鼠丢掉，我们这个人的内心就干净起来，轻松多了，我们也就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谢谢你赦免我们，正如你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样，我们也要赦免那得罪我们的人，正如你赦免我们一样。我们看到大卫他怎么样赦免示每人，善待很多的人。主啊，我知道唯有依靠你才有办法赦免人，是因为你先赦免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彼此来赦免。让我们因着赦免，我们可以重新再来，我们也能够很轻松，我们生命里才能够专注于你，才不会被这些重担恶毒没有办法赦免的把我们往下拉。主啊，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因为赦免不是人的天性，是主你的神性带领我们越过那个苦度，越过那个困难，使我们影响你，影响一个越来越像你的人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。今天我们活得很轻松，因为主动我们，也赦免我们，我们也轻松来待人哦。我们学耶稣的样式。我们明天见。